好，弟兄姊妹晚安。咁咧今日咧係 Kenny 啦、梁建賢弟兄嘅追思祈禱會，多謝大家今日嚟咁啦。咁大家識 Winnie 或者 Kenny 咧，都知道可能 Kenny 返咗北宣都一段時間啦。咁佢係我哋管樂組一個好耐嘅組員啦。佢喺我哋當中有成22年，係 Win Band。咁咧就我記得嗰陣時佢初嚟到，即係佢媽媽帶佢嚟，Udi 帶佢嚟北宣啦。嗰陣時應該係04年到啦，大概。咁咧佢嚟到嘅時候咧就即係 Udi 信主帶佢翻嚟，咁樣帶佢翻嚟北宣。咁啊 Kenny 嗰陣時中學生啦，咁啊都佢已經識吹喇叭噶啦，佢唔係北宣學喇叭嘅。咁佢嚟到就已經識吹喇叭喎。咁我哋又啱啱開始。03年開始有管樂組北宣，咁佢就不如你嚟吹喇叭啦嚇，咁一吹就吹咗20幾年啦，超過20年。咁當然啦 ，Kenny 喺北宣呢個大家庭裏邊一路受浸啦，當然應該係拍拖先嘅，跟住受浸啦，跟住亦都喺北宣結婚啦，咁一路喺個成長過程裏邊，都喺呢間教會裏邊嘅。咁所以今日大家弟兄姊妹嚟到當中，我哋去懷緬 Kenny 嘅呢一生，佢其實都好多時間喺教會嘅。一陣我哋有機會睇翻啲相片咧，都可能見到好多教會嘅朋友弟兄姊妹喺度。咁我哋作為基督徒咧，我哋開始嘅時候，不如我哋一齊唱一首詩歌先。咁我哋坐翻喺呢度唱得㗎啦。咁我哋今日咧會唱你的信實廣大。咁不如請司琴彈一次先，我哋先至入啊，好嘛？我哋一次過唱晒3節。一齊，你的信實廣大，我神我天父，在你永遠沒有轉動影兒，永不改變，父神每天是憐憫，無止無終常駐。是人不盡，你的信實廣大，你的信實廣大，證實復證實，更經歷神人，我所需用，你忍受豐富預備，你的信實廣大顯在我心，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，日月星宿時刻運轉不停，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作，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，你的信實廣大，你的信實廣大，情神復情神，更經歷神人，我所需用，你忍
享受豐富預備，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。你赦免我罪過，賜永遠安寧。你想與我同在，安慰人力，求賜今年領略明天的盼望，從天降那恩典福樂無窮。你的信實廣大，你的信實廣大，情神福精神更經歷神也。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，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。係㗎，我哋相信嘅神咧係信實廣大，好值得我哋倚靠嘅。Kenny 喺由19年開始確診，至到生命盡頭返天家之前，佢一路喺病床裏邊咧，不論出入醫院啦，喺屋企啦，翻嚟 Winband 吹嘢嘅時候咧，呢7年都係靠住主嘅恩典，其實佢好有信心。一路我喺同佢祈禱，或者佢中間，如果大家翻嚟練習喺 Winband 知道，佢係甚至係左手揸住個圓號，右邊揸住支喇叭，指揮話要乜嘢咧，佢就攞邊支嚟吹㗎啦嗰晚。咁當然喺佢身體狀態可能冇咁好嘅時候，佢又都會翻嚟同我哋一齊嘅練習，一齊嘅祈禱。直到佢喺醫院嘅時候，或者佢有時要喺醫院嘅時候做治療嘅時候，佢都好信心，又開到聲嘅時候，同我哋一齊去祈禱。嗰個喺佢身上，我見到主嘅愛，或者主對佢嘅祝福，佢一路都去捉緊。呢件事情咧係其實好欣慰嘅，所以咧過程裏邊，佢呢個見證係我好感動，亦都覺得佢清楚知道佢信呢個神係真實嘅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請周敬禮牧師同我哋一齊嘅有少少分享，同埋帶領我哋有祈禱嘅時間。請牧師。弟兄姊妹 ，Kenny 嘅屋企人，我都願耶穌嘅平安臨到你哋，亦都成為你哋嘅安慰。喺今晚，我會選用2段嘅經文，我哋大家一齊去集中嚟到去懷念 Kenny 之餘，亦都喺從中我哋想到我哋所相信嘅呢一位神，亦都係Kenny 所相信嘅呢一位神喺當中點樣成為我哋嘅倚靠同埋幫助。我先讀耶利米書當中17章5至8節。耶和華如此說：倚靠人，以血肉為膀臂，心中離棄耶和華的，那人該受咒詛。他必像沙漠裏的矮樹，不見福樂來到。他要住在曠野乾旱之處，無人居住的鹽地。倚靠耶和華，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樹栽於水旁，在河邊扎根，炎熱來到，毫不察覺。葉子仍必青翠，在乾旱之年一無掛慮，並且結果不止。我哋對 Kenny 嘅離世，我哋一定會感到傷心，
感到難過，亦都會好唔捨得。一位我哋認識咗好多年嘅弟兄，一位侍奉咗好多年，同我哋一齊侍奉嘅拍檔，無論友情、侍奉喺教會裏邊屬靈嘅成長，我哋今日喺呢一度，我哋都係同 Kenny 一齊嚟到去經歷，所以我哋對佢離世返去天父嗰度，我哋會傷心，我哋會不捨，係非常正常。呢樣嘢係非常正常。正如頭先 Thomas 所講，喺 Kenny 患病呢7年左右嘅時間，我相信喺 Kenny 身邊有好多身邊嘅人都不斷關懷同埋支持佢，唔單單只係支持 Kenny， 亦都支持 Winnie。大家喺行動上面嘅支持，我相信天父亦都使用咗你哋，無論係去探望佢，喺當中不斷嘅為佢祈禱，為佢嚟到去打掂一切。我相信天父亦都使用咗你哋，成為 Kenny 嘅祝福同埋幫助。而喺呢一刻，我哋確實相信 Kenny 係返到去耶穌基督嘅懷抱裏邊，耶穌基督去照顧佢，耶穌基督親自嚟到去擁抱住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晚我哋一齊聚集，我哋喺呢一度，我哋為 Kenny 嘅生命感恩。我哋呢一班，我哋一齊同佢一齊侍奉同埋成長嘅同伴，可能喺侍奉裏邊，可能有啲喺唔同嘅地方同佢一齊有好長時間嘅認識。我哋都一齊聚埋一齊，我哋一齊分享，我哋一齊祈禱。我哋求神安慰我哋嘅心之餘，亦都盼望以此去安慰 Winnie 同埋 Kenny 屋企人嘅心。剛才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邊，耶利米書第17章提到呢位耶和華，我哋相信亦都係 Kenny 所相信嘅同一位神。究竟佢相信嘅係一位點樣嘅上帝呢？當然，你從經文裏邊，你起初提到有倚靠人或者倚靠神嘅分別。不過我哋就直接睇經文裏邊中間講倚靠耶和華，究竟係一回點樣嘅事？經文話倚靠耶和華，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，那人有福了。我哋都承認，其實人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限制，我哋嘅一切所需，可能係我哋身體上面嘅需要，或者我哋心靈上面嘅需要。其實呢一切都有神嘅計劃同埋心意喺當中。有陣時候我哋做嘅事情，我哋一開始嘅時候未必知道結果，不過其實神一直都喺中間嚟到引導住，同我哋一齊同行。而聖經喺呢度清楚講，當人決定靠賴呢位上帝嘅時候，那人就有福。呢個有福係咩意思呢？喺聖經裏邊有繼續咁樣講，佢話有福嘅意思係他必像樹栽於水旁，在河邊扎根，炎熱來到毫不察覺，葉子仍必青翠，在乾旱之年一無掛慮，並且結果不止。聖經所指嘅有福，或許同我哋喺生活上面我哋所諗嘅有福，可能我哋所諗嘅有福，可能係飛黃騰達、一帆風順。不過喺聖經裏面所講嘅有福，卻係指喺生命上面領受嘅平安同埋福樂。所以喺聖經呢度，佢形容有福係一種堅固嘅保障，面對住我哋唔能夠控制嘅處境嘅時候，甚至我哋冇能力、冇力量去把握，但係因為
我哋相信仰賴呢位上帝，我哋就全然交託。而經文喺呢度咁樣講，最尾嗰句一無掛慮，並且結果不止，係一直都會咁樣發生。Kenny 所相信嘅係一位咁樣一直賜福俾佢嘅上帝。大家你會記得你同 Kenny 一齊喺 Win Band 裏邊練習嘅時候，當佢嘅情況稍為穩定，佢就會即刻返去 Win Band 度去吹。你剛才聽到一邊拎住支 trumpet， 一邊拎住支 horn， 佢唔會對獻奏有托手踭，佢唔會覺得好啦，咁我就休息一次啦。佢盡可能吹到就吹，返到嚟就返嚟。我相信佢對呢一種對侍奉嘅熱切，同埋佢對侍奉嘅負擔，其實正正就反映出佢相信嘅呢一位上帝，其實係真係喺當中嚟到幫助佢一路去同行。我相信佢呢一種喺侍奉上面所展現出嚟嘅，其實都鼓勵咗我哋，唔單單唔係為咗滿足人。又或者我自己覺得我唔想太常出現，咁我就去休息下啦咁樣。但係我哋見到嘅，大家喺 Win Band 裏邊嘅練習，你見到嘅係 Kenny 對侍奉嘅心志，呢一份正正喺我哋當中成為咗一份好好嘅見證。呢個正正就係 Kenny 佢靠賴住上帝所加俾佢嘅力量，佢亦都透過侍奉去表達上帝喺當中一直同佢同行，以呢一樣嘢嚟到去回應上帝。仲有第二節嘅經文喺帖撒羅尼迦前書當中第4章13同埋14節。保羅喺呢度咁樣講：弟兄們，至於已睡了的人，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，恐怕你們憂傷，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。既然我們信耶穌死了，復活了，那些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嚟。使徒保羅喺呢一度所講、所話俾我哋知嘅係，嗰啲已經瞓咗覺嘅人，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，恐怕你們憂傷，像那些沒有指望嘅人。聖經形容當一個人，特別係指出一個已信主嘅人，當佢離世返去天父嘅懷抱嘅時候，佢就係好似瞓咗覺咁樣。冇錯， Kenny 的確係經歷咗一段比較長時間，佢喺病裏邊嘅一段嘅時間。我哋探佢，我哋關心佢嘅時候，我哋會見到佢身體上面佢面對嘅狀況，但係其實更加深入，我哋未必透過傾偈、見面察覺得到嘅，可能係 Kenny 自己嘅內心裏邊嘅心靈都面對住好大嘅疲乏。不過聖經喺呢度咁樣講，但如今他睡了，佢喺耶穌嘅懷抱裏面安息，唔會再有病痛，唔會再有疲乏，亦都唔會再有身體上面嘅軟弱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面對住家人、好朋友、弟兄、
同我哋一齊侍奉嘅拍檔，甚至係其他我哋身邊嘅好朋友，面對住好朋友嘅離世，保羅唔係叫我哋唔好喊，流眼淚喊，面對不捨離別，我哋心裏邊會哀傷，係好真實嘅。但係保羅亦都提醒我哋，我哋嘅生命係有指望嘅，我哋嘅生命係有盼望。呢個盼望係存喺耶穌基督嘅身上。所以保羅當佢咁樣講嘅時候，恐怕你們憂傷。保羅繼續咁樣嚟到鼓勵我哋每一位。既然我們信耶穌死了、復活了，那些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嚟。Kenny 依家係返去耶穌為佢預備喺天上邊永恆嘅居所，係一個永恆冇病痛、冇憂傷嘅地方。唔單單只係咁樣，呢個亦都係一個冇時限嘅地方。呢個係永生。死亡對於我哋嚟講，可能好可怕，可能我哋會好避忌，我哋唔想提，我哋唔想去去講。不過對於基督徒嚟講，死亡卻係我哋進入永恆天家嘅必經階段。我哋相信嘅呢位主耶穌，佢唔單單只有一生一死，主耶穌亦都從死裏邊復活。耶穌喺約翰福音裏邊，佢自己親自咁樣講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當主耶穌係掌管生命嘅上帝嘅時候，係人通往上帝嘅唯一途徑，係唯一途徑，唔係喺幾個方法裏邊我揀其中一個。耶穌話：我係道路、真理同埋生命。所以頭先我講死亡聽起上嚟好似好驚，但係對於我哋信主嘅基督徒，呢個係進入永恆天家嘅必經之路。主耶穌佢經歷出生，佢經歷釘十字架，佢而且復活。而當我哋相信呢位從死裏面復活嘅主耶穌嘅時候，我哋能夠與主同在。主耶穌被釘十字架，佢復活嘅時候，亦都有一個新嘅形象。佢本身被釘流血，不過佢復活嘅時候，從一個已朽壞嘅身體裏邊復活過嚟。所以當我哋亦都同樣相信，我哋信得過，我哋相信耶穌會帶領我哋嘅時候，我哋朽壞嘅身體都會復活過來。而呢一份嘅把握同埋確信，我哋知道 Kenny 依家係喺天家同主耶穌一齊，因着佢都相信主耶穌，朽壞嘅身體都會復活過嚟。所以作為 Kenny 嘅屋企人，我願主耶穌親自嘅安慰你哋，你哋亦都可以放心交託俾天父。主耶穌親自帶領佢去到主耶穌為佢預備呢個永恆嘅居所。我亦都願
上帝嘅説話安慰我哋每一位同 Kenny 一齊成長拍檔嘅弟兄姊妹。可能你喺服侍嘅時候，你會想起一個吹得好好 trumpet 嘅一位弟兄，但係盼望我哋記得 Kenny 當佢喺侍奉上面，佢點樣倚靠神呢一份嘅榜樣，呢一份見證，今日喺當中亦都鼓勵我哋每一個。願聖經嘅話亦都成為我哋眾人嘅盼望同埋安慰。喺接住落嚟嘅呢段時間，我都讓大家你有一啲自己安靜同埋祈禱。你可能你即係出席今晚嘅追思祈禱會嘅時候，你有同伴同你一齊。若然你係同伴同你一齊兩個或者三個，依家我都有少少時間，你可以即係喺即係兩個或者三個，你哋可以一齊嚟到去祈禱。若然你喺當中，你未即係認識主，你唔知點樣祈禱，又或者我自己一個即係今日出席呢個祈禱會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喺你自己嘅即係座位裏邊，你自己去默禱，求神喺當中嚟到成為大家嘅安慰。有幾分鐘嘅時間，我讓大家有一啲你自己可以大家可以分組祈禱，亦都可以自己祈禱。喺之後，我會帶領大家一齊祈禱。可以播少少音樂。
我哋都一齊祈禱。慈悲仁愛嘅天父，你為咗愛我哋嘅緣故，你將生命嘅道賜俾我哋，叫我哋明白呢個世界唔係我哋嘅最終家鄉，我哋係客旅。你亦都讓我哋知道，身體即使有一日會扭壞、衰殘，但係我哋嘅靈卻唔會滅亡。我哋親愛嘅天父啊，我哋感謝你差遣你嘅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，藉着耶穌基督從死裏面復活，戰勝死亡，使凡相信你嘅都得永生。而家我哋知道 Kenny 弟兄已經脫離喺地上邊嘅一切病患、憂愁、痛苦。你接佢返去你嘅懷裏邊，同你同在。我哋相信佢依家喺天家正與你享受緊同你同在嘅呢一份福樂。天父啊，面對我哋所愛嘅家人，面對我哋一位認識好多年嘅好朋友，一位同我哋一齊侍奉好多年嘅同伴離世，我哋心裏邊必然會有哀傷。主啊，我哋祈求聖靈幫助、施恩同埋安慰我哋。當我哋想念到我哋至愛嘅家人 Kenny 依家知道佢依家喺你裏邊所享受嘅福樂嘅時候，主啊，願你都親自安慰我哋。求你讓我哋知道，我哋今日只係同 Kenny 暫別。我哋相信喺將來，我哋必定會喺天家再相聚。主啊，我哋相信，無論喺任何嘅環境裏邊，你仍時常引導住我哋，而我哋亦都相信，你亦都帶領 Kenny 已經去到你為佢預備好永恆嘅住處裏邊。當我哋一齊，今日我哋聚集一齊，我哋去緬懷 Kenny 嘅生命嘅時候，同時我哋都仰望你嘅同在。天父啊，願你嘅名得榮耀。主耶穌，你常施恩俾我哋，你常與我哋同行，你常與我哋同在。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，乃係奉靠耶穌基督聖名求。阿門。接住嘅呢段時間，我就請 Winnie 嚟到去有即係一啲嘅分享。大家好，主內平安。好多謝大家今晚抽空出席 Kenny 地上最終章嘅暫別禮。我係 Kenny 嘅伴奏 Winnie。Kenny 喺啱啱上個星期三咧就出發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啦，繼續佢嘅音樂之旅啦。
咁而今日咧，我就想借少少時間啦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Kenny 今次演出嘅經歷。咁喺今年2月嘅時候啦 ，Kenny 就同我講佢要去上一個訓練班，就為期大概咧2個月左右嘅時間。咁嗰陣時，我作為伴奏咧，就都打個突，我話嚇你咁多年都冇試過離開屋企咁長時間喎，咁但係即係要去都要去啦。咁我哋就都一齊憑住信心走過呢81日嘅課程。咁之後 Kenny 返咗屋企咧，休息咗短短2個星期咧，就要去考試啦。咁原來訓練班咧同考試咧係真係兩回事嚟嘅。咁第一回嘅考試咧用咗只係15日嘅時間，咁佢咧就已經要申請咧返屋企回一回血先，係啦，咁啊回血咗3日啦，就再參加第2回，都係15日嘅考試咧就畢業啦。咁嚟緊下星期咧，佢仲會成為2 Sir 添喎。咁其實咧過去呢7年嘅旅程咧，真係唔簡單嘅。咁但係啦 ，Kenny 咧真係一個好強嘅樂手。好多時作為伴奏嘅我咧，我都會擔心同埋質疑佢，話你真係得唔得㗎？你唔好死撐我咁樣。咁有時候佢嘅情況又會好好啦，有時候就未必 keep 到個水準咁樣。咁 Kenny 嘅性格咧，我形容咧都幾完美主義嘅，咁即係都有啲要求咁樣啦。咁同埋咧，佢真係一個博盡無悔嘅人嚟。佢嘅盡咧嘅程度咧，係真係令到我有時都有啲驚。即係例如咧，佢揸車咁計啦，佢揸車咧真係咧揸到咧油缸冇，即係去到個底嗰度咧。個標板咧係真係唔出數字嗰隻咧，佢先至去入油咁樣。咁你坐喺佢隔離咧，我真係好驚嘅。有時都係啊，即係會唔會無啦啦架車死咗火喺公路上面，我都唔知點算。咁同埋咧喺佢身體裡面嘅器官啦，我都會形容為喺最後呢段考試嘅期間咧，佢係真係用到好盡。所以見證住佢咁不屈不撓嘅性格去行呢段路咧，我係真係非常之佩服嘅。咁一個演出咧，都其實要有好多後盾嘅支持啦。我都好想代表 Kenny 咧，逐一去多謝一啲人。咁包括係我哋屋企人啦，我奶奶啦，我爹哋媽咪啦。我哋2隻狗仔，毛毛同啤啤啦嘅支持同埋陪伴，多謝你哋。咁仲有我哋一齊侍奉嘅宣道會北角堂嘅管樂組啦，北宣嘅聖樂部啦，各方聖樂事工嘅弟兄姊妹咧，都為我哋不住嘅禱告。咁亦都衷心感謝各方嘅親朋好友啦，港怡醫院、養維醫院、瑪麗醫院同埋友邦保險嘅關懷同埋愛護。好感恩今晚乜宣家借咗呢一個禮堂俾我。其實咧，我同 Kenny 咧第一次嘅相遇咧，正就喺呢個禮堂嗰度。咁但係今日我翻到嚟先，我有一段時間冇翻嚟教育樓呢邊，都發覺話原來都已經即係裝修到好靚，同我哋當年都即係有段距離啦。咁有啲弟兄姊妹即係管樂組嘅弟兄姊妹咧，可能未必知道其實我哋早期嘅管樂組練習咧，其實係喺呢個禮堂嗰度。咁所以我第一次同 Kenny 相遇咧，就係喺呢個禮堂啦。咁2004年嘅7月10號咧，就係正今晚。2004年嘅7月10號咧，管樂組咧就喺正堂，即係我哋舉行婚禮呢一個禮堂嗰度咧，就舉行咗一個音樂會。我咧
就俾 Kenny 抄咗牌，成為咗好朋友。所以咧，我係刻意揀咗今日同埋呢一個地方咧，為我哋個樂章落一個 perfect cadence。咁乜嘢係 perfect cadence 咧？咁啱咧，我今朝早做靈修嘅時候咧，聖靈咧就確確實實咁樣對我説話喎。中間咧，佢就話：從創世記到啟示錄，就是一出完整的劇本，結尾是極美的 happy ending。這部劇本是他寫的，我們要相信劇本，明白自己辛苦的身份，並要深刻入戲。希望我同 Kenny 呢個故事可以為神作一個活生生嘅見證。伴奏呢個角色，我暫時就要放低啦，我就要繼續專注返我做樂手同埋詩班員嘅服侍。求主繼續使用我。最後好想送一首詩歌俾大家。呢首詩歌咧安慰咗我同 Kenny 好多個日與夜。Kenny 咧每次都話聽完咧都覺得好平安，好平安。盼望呢份平安咧都可以一樣進入大家嘅心，祝福大家。願榮耀頌讚歸俾我哋愛我哋嘅天父上帝。在你
好，Kenny 好中意音樂，大家都知嘅，所以佢除咗吹樂器之外咧，佢聽好多唔同嘅歌嘅。咁一陣咧，我哋亦都會睇一啲 Kenny 生平裏邊一生人一啲由佢成長啦嘅唔同嘅相片啦，大家都可以一齊嘅去緬懷 Kenny 嘅一生嚇。我深信佢而家好開心嘅喺天堂裏邊嚇。我唔知佢係吹緊喇叭定係吹緊 horn 啊。
好，我哋不如一齊起身，請牧師為到我哋有個祈禱同埋祝福啊，好嗎？但願嗰位賜平安嘅神，亦都係嗰位憑住永約嘅血，使群羊嘅大牧人耶穌基督從死裏面復活嘅神，喺各樣嘅事上邊都賜恩同埋保守你哋，叫你哋能夠經歷上帝嘅深恩、安慰同埋厚愛，又藉着耶穌基督喺你哋心裏面工作，叫你哋喺生活中依靠耶穌，常存盼望。又願真理嘅聖靈將佢嘅智慧、心意都賜俾你哋，叫你哋能夠貼近主嘅心意。願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嘅神常與你哋同在，特別與 Winnie 同埋 Kenny 嘅家人同在，從今並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請坐。我哋喺揀選今日嘅片段嘅時候咧，我哋已經揀咗好多，睇咗好多 Kenny 之前喺教會裏邊獻奏嘅片段。咁咧，我好想大家一齊分享去聽一首可能 Yudi 即係 Kenny 媽媽 Yudi 可能未聽過Kenny 啊，其中我揀咗其中一首係 Winnie 獨奏嘅片段，可以大家聽下嘅。咁好好，我諗嗰個音樂上邊咧，就算你未聽過呢首音樂，或者你係咪基督徒都好，你聽佢吹喇叭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聽到其實佢對呢個神、對呢個信仰幾咁肯定。佢神所俾佢嘅恩賜發揮得好好，好忠心。俾啲掌聲我哋嘅神。
好有少少報告啦，今日就多謝大家今日嚟臨，不論係喺在場或者喺網上收睇嘅親友，多謝你今天嚟到，你哋嘅一切嘅安慰，代表屋企人嘅去多謝。亦都請你為到 Winnie 啦，為到 Judy 啦，為到佢哋嘅家人去繼續祈禱，同埋繼續去表達你哋嘅支持。多謝菲利牧師今日嘅幫助。多謝阿發哥過嚟幫手。喺下個禮拜3，7月15號，喺瑪麗醫院嘅 T 座，我哋10點鐘咧，會喺 T 座嘅瑪麗嘅一樓識別角去設靈嘅。咁當日11點鐘咧就會出殯，咁就會移交將遺體會移交去港大大體老師嘅計劃，好似 Winnie 證人佢所講，佢要做老師啦。咁大家如果嚟唔到嘅唔緊要嘅嚇，當然不過係希望你繼續嘅為到佢哋一家人去祈禱。多謝今日嚟到祈禱會嘅各位親友，我哋今日嘅聚會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晒。